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幾個嗰啲信息詐騙啊，我諗好多人咧都會收到一啲 WhatsApp 嘅短信嘅，咁有一啲假扮 WhatsApp 嘅，佢哋會有個 WhatsApp 頭像，即係好似而家呢個咁樣啦，就咩安全中心偵測到你嘅賬戶存在異常活動，例如頻繁更改登入 IP 或使用者官方嘅應用程式。其實我哋見到呢個假扮 WhatsApp 嘅頭像啊，但係佢係一個電話號碼嚟嘅喎。見到有電話號碼，其實都肯定佢係一個假嘅信息啦。WhatsApp 係唔會有電話號碼顯示嘅。如果你一按繼續咧，亦都可能佢顯示一個連結俾你，叫你入去做一個驗證。仲有時會整張圖俾你睇，話自己係咩 WhatsApp 安全中心，跟住叫你做啲嘢，有機會咧撳咗驗證就會俾人入侵。呢種就係叫做 WhatsApp 嘅詐騙手法之一。大家可以睇下呢個 WhatsApp 嘅圖啊，上邊咧寫住 WhatsApp 嘅，係冇顯示電話號碼嘅。個 WhatsApp 有個剔好嘅，跟住 WhatsApp 官方賬戶冇顯示電話號碼。咁呢個 WhatsApp 嘅官方網站咧，就基本就唔會 send 信息嘅啦。佢主要都係 send 啲即係 WhatsApp 嘅某啲新功能啊，俾你睇下。咁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睇下嘅，就了解清楚啊！呢個先至係真正嘅 WhatsApp 嘅官方網站。另一種騙局咧，係網上嘅二手交易平台。個網站咧專賣啲即係買賣二手貨嘅，譬如大家想買啲嘢啊，想話譬如電話啦，就可以喺呢個平台度搜尋一下。咁上高咧主要都係賣二手貨，咁會平啲嘅。咁騙局係啲乜嘢咧？就係釣魚連結，即係話呢個平台咧同啲買家傾偈，即係大家互相傾偈。傾偈嘅過程咧就可能係你俾錢我，或者我俾錢你買對方嘅嘢。人嗰個人咧就會同你講，唔係咁容易收到錢，就或者你可唔可以用我呢個連結再轉錢俾我咧？通常交易中咧，最後佢都會俾個連結你噶啦。嗰啲騙徒就叫你撳入去。個連結咧一定係個假網站，個假網站咧可能會扮一個網上銀行，係好似嘅。可能你如果係用恒生銀行或者渣打銀行啊，咁佢就會俾一個恒生或者渣打銀行嘅假網站俾你。你撳入去，輸入翻你嘅戶口號碼同密碼，登入，咁係登入到喎。點解會登入到？可能你撳入去之後，個程式就直接連去真實嘅銀行嘅網站去幫你登入，其實你係通過佢嘅連結嘅假網站登入，咁騙徒直接咧就會睇晒你啲銀行資料啦，有幾多錢啦，甚至直接過錢啦，加啲新嘅收款人等等啦，咁就玩完啦，冇噶啦，所以大家要好小心啊！基本上一開始咧，去到有錢銀交易嘅時候，絕對唔應該俾一個連結你。最簡單嘅做法係叫佢俾個銀行號碼你咯，或者轉數快號碼俾你咯，咁咪得咯，入錢咪得咯。使乜又要用一個連結咧？去跳去網上銀行再去俾錢咧？雖然係有機會嘅，當嗰個網購網站你係可以喺上面俾錢，但係絕對唔應該係撳完個連結去翻一個網上銀行。我自己都去到網上銀行啦，我自己都有個手機銀行啦，咁使乜撳一個連結去網上銀行咧？係咪咧？所以逢係你去網站買賣交易又好，你千祈就唔好去撳啲連結。正常咧，你銀行過數啊或者轉數快就得噶啦。如果佢要求一定係要用個連結去俾錢嘅話，你咪索性唔好買咯。講清楚佢太過危險啦，依家成個銀行裏面啲錢俾佢轉走晒，係咪先？所以就千祈唔好任何嘅連結都唔好亂咁撳。
另一種騙局，二次詐騙啊，假冒 ADCC 即係呢個反詐騙中心，喺 WhatsApp 裏邊邀請你配合調查。有騙徒咧就假扮呢個反詐騙中心喎，用 WhatsApp 聯絡受害人，話你之前俾人詐騙，而家我嚟幫你追蹤詐騙你嗰個人，請配合調查。騙徒咧就利用呢個受害人嘅急於追回款項嗰個心情咧，就進行二次詐騙。俾人已經好慘啦，仲要俾你詐騙多一次。如果你咁樣都再受騙嘅話，咁你係點樣受騙呢？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個騙徒用咩手法。我諗嗰個騙徒咧就會問呢個受害人攞呢個網上銀行嘅密碼同埋交易記錄，先交俾佢哋，等我哋調查一下。咁就撲街啦！如果佢係真係反詐騙中心，又點會私下問你攞銀行密碼？調查佢哋可以直接揾銀行啊，使乜直接揾受害人呢？就唔應該喺 WhatsApp 嗰度問你攞所有嘅銀行嘅登入記錄啊，直接問銀行咪攞咪得咯。